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今天的經文。5月5日，星期二。只要心裏尊基督為聖，以他為主。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，就要常作準備，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。彼得前書3.15分。問題：控制言語的真正意義是什麼？控制言語並非僅僅意味着保持沉默，而是要懂得何時、如何、為何要開口。這包括懂得何時保持沉默。當我們決定不去挑起不必要的爭論時，我們就是在效法耶穌。如果冒犯是輕微的，愛會讓我們選擇寬容。策略性的沉默可以防止棘手的情況升級。傳道書3:7，雅各書1:19-20，懂得何時開口，控制言語，也意味着當需要捍衛真理或保護遭受不公義的人時，要有勇氣打破沉默。使徒行傳6:1-2節，當我們決定開口說話時，語氣上的克制就反映出來了。無論情況多麼緊張，我們的目標是以溫和而深切的尊重來表達我們的辯護。像耶穌一樣，克制言語是一種信賴的行為。我們不要試圖用言語報復，而是將自己交託給那位公義審判者。彼得前書2:23節，相信耶和華掌管一切。不要低估自制力的價值。每次你選擇冷靜地回應挑釁，你都在展現非凡的內在力量，並反映出基督的平安。保持溫和並非軟弱，而是勇敢的心，完全信賴耶和華上帝。要繼續培養這種美好的品質。你展現出的尊重和耐心，如同明燈，照亮你周圍的每一個人。祝你明天一切順利。願耶和華上帝賜福。此致